真有本事安怎哈？阮这死老狗，家己的老本拢交互你啊哈？我无啊，无这是啥？安怎？哪拢这个古相是要死啊！水鸡啊，你无紧甲我讲，你甲的厝客到底是囥伫倒位？啊！你紧讲好无？你紧讲好无？你厝客到底囥伫倒位啊？你有啥物话慢讲啊？头家有病，你无爱去骹动手，你走啦！哎，你这老不休的啊！甲病仔强要死啊！还搁咧思念你这个死。那我是有厝讲啊无远，你拢无咧甲我信道。我是轻轻甲杀一个尔，安怎？总毋甘心嘛？哈，好啊！我看你有通好气甲安尼吼，我就要互你跳入你的心肝头啦！哈，你小偷，哈你啊哈！你敢来甲我问罪，财产你来试看卖啊哈！哈！头家，你有错无啦？你有想着无啊？头家你有就上来啊！你哪会甲我较细腻？啥物代志安尼生气？啊，就迄个死老狗啊！佮较安怎讲，就毋肯将厝客摕出来互我。好啊啦，莫气啦，小事一件嘛。小事，你讲了佮真轻松呢。敢讲你无想要早一日摕到厝客是毋？拜托你啦，小出一个啊力的啦，莫定定歹人拢我一个人咧做啦。好，我即摆随去找迄个水地堡啊，叫伊甲厝地去，拢吐倒出来，安尼用袂？紧去啊！来，头家，莫想遐尼济啦，安心静养。你我无要紧啦，我自细汉厝内散车，啥物考试试我无过过，叫人拍几个啊，迄无算啥。当你是搁咧甲头家起起楚楚咧讲啥哈？我无啊。出去啦！出去啦！朋友，阿基，你哪会能够安尼啦？哎呦，你紧走啦！若阮头家人看到，都害啦！紧走！朋友，你跟我来走好无？你明知影，我已经袂有平价。我就是袂看你踮咧皮甲，踮咧食苦啊！朋友，我拢想好啊，咱来去一个所在吼，拢无人熟悉咱的，重新开始，好无？袂用啊！我袂用走啊！阮头家破病啊！阮头家娘我对伊无好，我留来照顾伊。阿公，是我无福气，所以的。我相信将来你一定找到一个比我更好的查某囡仔。我袂伫别人走伊，朋友，我求你，跟我来走，我好好照顾你，我会疼惜你。你别为难我好无？我真是袂走，我真是袂走啦！朋友。大个啊，你是安那要安尼调工要甲阮作对啦？你就当作是兄弟仔呆嘛，甲你的厝地契交出来，我来去周转一下。啊，若趁着钱吼，
你甲你的心思啊，嘛会当对咧我咧享福啊。真是。你是要讲唔讲？你还讲唔讲吼？我就一刀互你死啊！美女啊，你是咧创啥物啦？危险啦！你著明明知伊是一个老饭店，你搁调工免咧甲伊用硬要创啥货啦？万不幸若是去死，对咱也无好处。啊，软的也袂用，硬的也袂用的，啊，无你讲到底是要安怎嘛？日子一天拖过一天，我逐工来看伊这只死老狗，我看伊若无死，我先起笑啦！啊无，我先跑去你遐住好无？哎，美女的，我知影讲吼，叫你住伫这个老狗身躯边哦，实在是足委屈的。也毋过，理论上来讲，你嘛是伊的牵手啊。你若无住伫遮哦，外口的人会起怀疑啦。为着咱的将来啊，较忍耐。是要你妈当时嘛？真紧的拢有画我啦，莫着急啦，我会有办法啦。你什么人啊啦？对，你跟台下，无那哎呀，你走啦！头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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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紧的，头家。崔健，你要甲这个台死啊！你凶手！哪不是我抬啦？我你嘛看伊受伤啊，哪不是我抬啦？你个啥物件？不是我啦！对，报警察！哪不是我抬啦？是你用手。不是啦！你是凶手！你真是个头家！人死就当无声啊！第二啦，我无抬人啦，我看到阮头家时阵已经受伤啊啦，哪不是我抬，我是冤枉的啦。摆开咯！有人甲手上亲目睭看到你抬啦，即马人证物证拢有啊，你还阁敢唔认罪？周大爷，夫人，你是我唯一的证人，你甲大人讲我无抬人啦，拜托讲我是冤枉的啦。哪个是你抬？你搁来讲啥哈？我真个甲你无冤无仇哦，你啥物甲抬死啊哈？爽，你较冷静的啦。最近叫出最后一口气啊！你人心肝才有够严重的呢，连一个破病这么严重的老大人，你也无要放伊煞，你来退好啊！爽，我无抬头家啦，头家娘你是知影，我无抬头家，我冤枉的啦。出入警察，人就是你抬的，你也替阮头家承冤啦！是几啥？阮大个死了实在足凄惨的。您放心好啊，我一定会严办凶手，把凶手押到去派出所。哎，我是冤枉的。保佑，我真正无抬头家啦，保佑你爱相信我，我是冤枉的。押到去！哎，保佑，保佑。是啥？阮大个代志，拜托你。是啦，你是我应该做的啦。头家娘，恁其实一个老实人，但是伊连抬一家的家拢唔敢，伊无可能伊害人，中间一定有啥物误会啊！我讲你啊，等什么时阵啊？遐搁咧替纠结嘛？平常时啊，你就定定甲迄个豆腐机啊头来暗跳。有一天，这件代志你有哪是中我着？我唔是我无啊！头家对我遐尼好，我要哪可能忘阮陪伊咧？人为财死啊！你忘阮陪伊，就是
财产啊！我根本就捌想讲要摕到头家的财产，我只讲头家简直是想要报恩尔。报恩！等你话莫讲我遮尔好听好无？啊，等你遮个话吼，去水家门头才讲。哼！你若无想要讨皮条，上好乖乖伫咧口顶顶头，动手去，那好我有一个交代。大人啊，我无杀人啦，我是冤枉的啊！大家，你还阁啥个嘴巴？我真正无杀人啊，我是冤枉的啊！拍，甲我拍，拍甲伊动手去为止。嘿，我是冤枉的啦！遮个物件拢是为你的房顶敲出来，这啥？我搁咧地生哦！哼！遮个物件就是你摕来酒厂头家的草人甲夫啊！无怪头家无张无弛，破病遮尔厉害。我无就参头家啊！哼！你这贱人啊！哈！你使身骨够凉冻的。头家伫你身躯顶开遮尔侪钱，你还阁袂满足？哼！你想要酒厂？那即马好啊哈！头家已经互你酒厂死啊！你欢喜啊哈！遐物件拢毋是我的，我真是无做出对不起头家的代志啊，头家。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讲遐济啦，去甲赶我出去啦！我袂离开皮家，我替头家酒灵。酒灵，笑死人！啊这好，赶快出去啊！是。头家娘，头家娘，你莫安尼啦，你莫赶快出去啊，头家娘！头家娘，我不要！头家娘，拜托你，你莫赶我出去啊！头家娘，你开门啦，你莫赶我走啊！头家娘，我无害头家啊！头家娘，头家娘。报告，你等来。啊，你是安怎？那变到遮落去了？我头家你挂住，一路，你是为着什么代志？阿哼！你要认罪啊？唔认罪？大人，我无杀人，我是冤枉的。拍开了！哼，你唔认罪也袂使。既然你已经认罪啊，该关入大牢，等候清官。嘿，我是冤枉的啦，我是冤枉的啦。
紧，唔知会起笑袂吼？恁头家有人呢？你到底是伫倒位？出客，到底是伫倒位？哎呦！哎呀！你是来找我咧找啥物啦？我咧找出客啦，紧来，紧倒找，紧来！哎呦，你是到底咧创啥物啦？我咧找出客啊，无时间啊，紧倒找啦！啊，你毋是讲你房间拢咧找臭头啊？厝顶嘛咧找过啊？一定是我找了无详细啦。可能伫遮，可能伫灶骹，紧来，咱无时间啊，紧找，紧来！哎呦，免去找啊啦，搁较找嘛无路用啊啦。啥物要搁找啊？你找着对无？出客是面面上骨顶，紧来，你摕啥互我？紧来啊！哎呦，你是咧讲啥物笑话啦，美女啊？你较冷静的啦。我甲你讲吼，我咧想，迄厝客一定无伫皮家啦。恁迄个老水鸡吼，拜托，你莫搁讲着这个名，莫搁提起这个名啦！啊是安怎？我会做噩梦，我逐暗拢会做噩梦呢。我拢会去梦着讲伊要来甲我讨命，别我是真的哦。我暗时啊拢无法度困，我一困去尔，伊就出现，伊讲伊要来甲咱讨命，我足惊，我足惊咯。美女啊，你莫对我胡白乱讲啦，迄人死就死啊吼，这个世间无鬼啦。我唔是胡白乱讲，我是真的哦。伊讲叫咱较细腻的，伊要来甲咱讨命，伊无要放咱煞呢，是真的老板夫，我足惊呢。这毋是真的，毋是真的啦，迄是乒乓啦，是乒乓的物件拢是假的啦。你一定是吼，这时啊胡白咧想哦，下暗时再胡白帮啦。我看吼，你紧离开遮啦，要若无吼，水鸡的命案还袂结案，你人袂起笑啊你。老虎，迄命人敢袂牵回咱遮来？你甲迄个叔叔起头遮尔熟，伊哪无已经甲豆腐鸡仔枪杀啦？哈？你放心啦，无问题啦。你确定吼？无问题啦。什么记者？万福啊咧，陈医生，讲出来财务，无你先去休困。讲出财务，这样。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什么好消息？连基啊认罪啊！哦，老鸡认罪。我拍算要甲伊。赶紧外办公室。到底前比啥吧？你搁真小心嘛！较小心总是无歹。连基的代志我已经处理好势啊！啊，你答应我的代志。后社金吼，我准备好势。来，我想要较紧甲伊抓起来枪杀，甲案情结束，安尼你就会当免烦恼。我走了。孙医生，
啊，搁有啥物代志？先甲年纪老咧，是安怎？甲伊庆啥安结结的，到时都无人知影，伊和李女共我还是水假代志。人先老咧。伊阁有利用的价值，为伫伊即马已经认罪啊，随时拢会当甲呛杀嘛。好彩这两工，好啊，这是你家己讲的，到时若出啥物问题，莫讲摕你的钱，阁无甲你斗相共。啊，先走。哎。你无毋对，第一课应该是不要处理。头家，今日是你的头七，希望你在天之灵，会当保庇连基平安无代志。早一日抓着凶手。哇，宝玉啊，你安尼是伫创啥啊？当咱厝的也无死人啊，你搁咧甲我拜银纸？啊，今日就头家的头七啦。我咧管你去七啊八啊！哎哟，你安尼黑白是会拜衰，你知影无？阿母，头家死了足冤枉的，无得卡，用心了后，阁无人甲伊拜。啊，人在生的时阵，嘛甲你当作是场马咧款待。呸！当你哦，甲伊也无拜堂，也无成亲，我哪有迄落死人惊死啦哈！我毋准你安尼黑白拜啦，你摕去杀啦！无紧无去食百里啊！哎哟，你囡仔人毋知影半项啊！你安尼黑白烧银纸吼，毋拄迄个碰水鸡的新闻，你若甲伊引来，安尼就惨！拜拜啦！阿母啊你，阿母，自我细汉你毋定甲我讲，食人四两就爱害人一斤，人头家真正对我足好诶。哎哟，你都毋知，我安尼规腹肚火，你知也毋知？你安尼开嘴合喙，定定讲你碰水鸡咧对你偌好，但是你好啥啦？我都毋捌看过。啊，伊对你敢有啥物表现？伊送你啥？送你的钱，也是珠宝，也是房地客，啥物都拢无啦。哦，有啦，就是干这个破鸭肉尔。若是讲这吼，去食的价钱，就比这搁较好啦。实在有影，这死水鸡吼，这死水鸡甲处碰风啊！看来这鸭肉吼，看来到底吼，愈看实在有影，愈俏我的目。咱老姐做这什么创啊？老姐死人物件挂厝的，拍色衰，你知影？摕去杀啦！阿母来啦！阿母啊！这块是啥物代志啊？啊，迄都是我死人上啦，老伙要创啊？摕去去杀人，若无摕去烧啦。阿母，头家啥物拢无留互我，就敢若送我这个鸭肉，你哪会使安尼就甲伊单掉咧？啊，人若讲啥你就听啥，叫你去死，你都讲来，真是要去死咧。好啦，无需要为着这个鸭肉吼，遮尔生气嘛。我就是安尼啊，看到这个鸭肉就生气啊。这个死水鸡吼，都敢若处碰风嘛尔啦。啥物要互阮保育啊，过着偌好拄偌好的日子吼？啊，你甲看啦，带落去哦，就是敢迄个破鸭肉尔啦。迄就是讲等咧路边哦，人去食嘛无爱捡啦，啥物通好啦？对啊，所以啊，你有探听到连基啥物消息无？有啥物消息是？啊，你讲啊，你毋着讲。美国来通知我啦，讲连基伊家己已经认罪啊。认罪啊？哎哟，你若安尼年纪啊，毋就差剩半条命尔，啊随时都互杀去骗。是去互玩弄的啊！现在好人总是去互玩弄，真正凶手全咧外口逍遥。你讲白啊！你哪会使对待连基？无公平，超无公平啊！你想办法问我，若我的判断无毋对，伊袂互连基遐尼紧死，因为凶手真正的目的还未达成。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？你想看觅，碰水鸡的遗像一直还未出现，伊的财产遐尼多，佫拢无人出面来办理计偿，你袂感觉真奇怪是？
嘿，对，迄个啊，那安尼，迄个台西碰水家迄个人，毋都为着要夺财产咯？真可能。吼，碰水家的迄个房地客，拢遐人啊济啦，迄个凊彩安尼摕一张啊吼，啊，就通要食规世人安尼，啊，偏偏伊就是遮尔啊短命，实在有影拍算。你免一日到毋是讲钱，就讲跋筊啊无？人讲无钱行无路啦，啊爱钱是有啥物毋好？保佑啊！你吼实在是有够颓啦，毋是讲我咧爱讲你的。当时碰水鸡还未死的时阵吼，你都若会晓帮地客凊彩甲摕一两张啊吼！哎呦，我这后半世人都通啊过迄个悠细细的日子嘛，免安尼伫咧哈。敢无修理？啊？奇怪咧，哎，毋免修理啊啦，修理这要暗暝外面看到这狗đồ，甲内面的深度，哪差遮多？看见这狗đồ，甲内面的深度，哪差遮多啊？原来你有一个姐，姐姐。哎呦，当迄一寡破纸，迄是有啥物路用啦？是地客。对，是地客。哈，地客，真是地客啊！原来碰水鸡早就无相信美女，才会甲这地客拢藏在阿妈内面。不怪，我甲阮头家伊交代我，爱我好我保管的。哈，冒死啊！这声真是有名冒死啊！你要创啥？唔爱，这水鸡吼交代互阮查某囝保育啊保管，啊保育啊是我的查某囝，啊这都是我的啊，我谁也袂用个摕。你是要找死啥？无你咧是安怎讲？你有想看吗？是安怎这个凶手要开始碰水鸡？啊你毋是已经甲我讲过啊，是为着夺财产啊？所以讲，这个地客准若囥在送的身躯边，迄个凶手自然会来找伊着。对啊，啊那安尼讲起来，这物件毋着干那会用的看，袂用的去换现啊咯。无毋对，哎呦呀！啊这都安尼看有照无简单言，啊有等于无嘛。保育啊，迄水桶啊，遐个衫裤吼，摕去古井边洗洗，啊洗较慢的，啊洗较清气，有听的无？这死查鬼啊，足好惨！迄物件毋知摕去藏伫咧倒，我都毋相信我找袂到。真是无啦，是可来吧？哦，伫咧遮找着啊吼！上天不负好心人，我都毋相信我找袂到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，到这遮地张，我是要摕做一张，凊彩摕一张。哈，喂啊，我伫遮啦。我都咧甲你换，我咧换春卷啦。哎呦，讲甲你哦，实在做哪有怪啦？啊，人啊铁顶啊遐，毋是甲你讲这物件都爱收好好啊。啊，你也无啦，什么用一块布啊，那个包包的放在面床咧做枕头，啊，若去用看到要安怎？哎，收拾啊，收拾啊。啊，对，你衫洗好未？也袂啦，我收。都洗啊袂好啊，你就走来遮要创啥？啊，无安尼啦，你小等下收好再，我继续去洗。我有代志，我小出来一下吼。阿母，我连伊就转来啊啦，真紧啊！
一个查某人想要救林记啊？我要找苏书记上，往这地去，去换林记的命。无叫，你莫遐尼戆好无？你叫受这地契，就会当救林记是？啊，毋过我想来想去，这是唯一的方法啊！袂安尼讲是无？但是你有想过，这地契准若是交互因来甲你一个乌食乌，人无甲你放出来，到时阵你是要安怎？啊，无即摆是要安怎啦？要不要咱都目睭紧紧，可能去叫我用死心？我来想办法。但是你一定要听我的话，照我的计划来进。请当叫林记，我啥物拢听你的。来，对了，来，好未好？对好，你手来，对好，你手来，开，来加多杯水，来，继续来，来，好未？对了，好未？来，对好，你手来，来开，来，加西杯单，来，谢谢。来，讲嘛。你即摆是创啥啦？对，你即摆是安怎啦？唔去送掉人客，你钱你创啊啦？哎呦，我就甲你讲哦，我是想安尼啦，今仔日要活一摆我这生中最后的告别饺啦。哎呀，你大概嘛讲最后一摆，最后一摆。这摆真实的啦，我真是有一个感觉，我今仔日来搏吼，一定会赢。师的，拜托，你互我一个机会好唔啦？袂用的啦。无你即摆手是咧串啥啦？啊，是咧去拿骗了，串到安尼。我就问你咧，你即摆是要摕三支甲人搬啦？哎呦，你放心啦，师的，我今仔有一个感觉啦，我一定会赢的，所以我有准备，我的脚本若是摕出来吼，我今日会惊到咧。好啊啦，万一无毛的鸡咧鸡大鸡啦。哎，你即摆8支镜头，即摆搁寄伫我遮咧，啊细哩，小若变7支我你讲。袂啦，我真想要吼，我今仔日有信心啦，绝对稳搬稳赢。你互我一个机会啦，师的，拜托。啊，袂用的啦，袂用的啦。拜托的啦，我甲你顾正无，我甲你规划好，你嘛答应。你莫他妈乱啦！好啦，拜托的啦，你若答应，我就袂甲你吵嘛，对不对？嘿，啊是啥物代志啦？你搅动个猫啦！你应该毋是要搁摕你个镜头来搬吼？是安怎？恁大家拢安尼遐尔看无起我？好啦，真是我摕出来互恁看哦，恁都唔相信啦。有影？你看下咧，我就是摕这要来搬啦。这是啥物地契啦？这是教场地契。哎，嘛，啊你这张地契都假的啊，收起来啦！小等，你这张地契是真的，是为对来。这地契准若囥在送的身躯边，迄个凶手自然会来找伊对。这是我捡的啊！捡来的。所以我感觉讲我今仔日吼运气足好的啦，所以唔知要来拼看卖咧。哦，你就是要摕这张地契来做你的脚本。对啊，我摕这张来医啦，安尼吼，你有惊到？哦，我惊到要死。安尼你今仔出来来？一旦到有钱，当然是博愈大愈好啊！啊，无安尼啦，咱来以配时啦，一举输赢，比大细。啊，我若是输你吼，这张就是你的啊嘛。啊嘛，你运输啦，等。啊，你若是赢咧？哈，啊，我若赢吼，简单，你500块互我就好啊，你敢无？哈哈哈哈哈！敢？小弟，我要伫头机。天公地公三大公，跋叫韩信老祖公啊！你著甲我保庇我倒。
大叫韩信老祖公啊，你著甲我保佑我就是大啊！我赢！你看500，下天下地头出，呀叫哦，遮多啊500，哎我遮多点，歹势哈，贪财啦，后母啊人讲。有钱吼，较实有影的感觉无共的，甚至连行路都有风啦。哎哟，当我即马遮济钱吼，都爱用什么办法，要来开这个钱较好势啊？袂用的，应该想一个所在吼，先甲伊藏起来，安尼较妥当。有钱吼，实在嘛有影无看活呢。迄做好业人吼，有影真忝，啊，即要来藏的就较好势哈。莫吵啦，人咧想代志啊，大吵！回来哦！有人哦，有人要回来哦！怎么该回来了？这个电话。你若要治命吼，有啦；啊，若是要治过钱甲地契，免想。对啊！有人哦！哎呦，人哦！人甲我放钱还我。我唔紧走。多谢大恩人救命之恩，多好咱。我问你，你的命有值咧500块？哎呦，你爱讲笑，当然嘛有。那呢，这钱我就收起。无啦，唔通啦。唔通哦，唔通安尼我甲迄两个歹人搁叫着哈。哎呀！你两个，啊，等来。莫安尼啦。莫安尼哦，莫安尼，啊，这钱就算做你吼答谢我的救命之恩啦吼。这这张地契就算做我替阮外甥女保管。无啦，袂用的啦，这是阮查某囝保养啊的，你要哪会用替伊保管？小可无小等，你头拄讲恁外甥女是啥物人哈？就恁查某囝。阮查某囝是你的外甥女啊，那安尼你毋就是我的？哎哟，你是啥爱讲笑呢？我当时有一个小弟，我哪会家己拢毋知？你毋相信？等下问恁老母啊。阮老母都死啊！你是要叫我去问鬼哦？哎呀，园林吼保育吼，已经甲这地契吼交我保管。我讲，你真正毋惊，但是碰水鸡的永久转来做伙。想着你好哦。阿姊，安尼我先来走了哈。奇怪呢，阮母也是当时去叫人偷生囝。你来找我，有啥物代志？我来是要来甲你讲生理，这是定紧。我也无答应你，你肯会赶紧互我一场？会啦，你一定会答应，因为我的条件比周万有好真多啦。安尼啦，话我就直讲，我是要来你阿伯。马家路，你真好大！你做阿伯妹妹，你知影无？我会使甲你掠来枪杀。袂啦，你叔叔其实，我准互掠去，就会拖溜着周万。周万有准互掠去，你做阿平的生意就变。哼！
影，佫袂少。生理人，总是要知影内外，才会当趁钱。你真阿莎莉，真好，我都是介意你这种阿莎莉的啦。你安怎会来找着我？讲起来，我要甲万福兄说多谢。万福啊，到底甲你讲啥？讲真多啦，我真高的。我今日来是要甲你讲，我的销路比万福较侪，我需要的鸦片量嘛比伊大真侪。真紧你就会发现，我是你上大的客户啦。真歹势，想我先来走。等下，你叫啥物名？我一向真爱趁钱，大家拢叫我钱爷。要安怎甲你联络？我暂时都在碰水给因厝，搁是无路用卡上，连一个胶布都抓袂着。大啊，啊实在是半路吼，杀出一个听我到。摆听你咧辩解啦。万福大，是我毋对啦。照讲，阮甲丁生买只对，就袂去互迄网友啊赢走你500块，啊，佫应该到手迄地去。讲较实话，话袂使安尼讲啦。跋筊本来就是有赢有输的嘛，拢是怪我家己无小心啦。嘛想袂到迄个网友的，今日遐尼好运，哼，假掠袂着，佫了一百米。组长，叔叔去上班了。啥？你个看他的手感，紧抓菜就给他们。是，请。是安怎发现的大脾气？是这饭桶人，食饭会晓，做代志袂晓的，愈想就愈受气。我接到电报，回过几工就会入港啦。你是准备好势？没问题。咱的交易，敢有人知影？哪有可能的？我看会遐尼讲，这个谁讲？这个啥？你哪忽然间问我这个问题？因为有人出国甲悬的价钱，你甲我买。什么人？这个人我唔捌，我甲你提醒，你有竞争的对手。是啥了不哩大胆？敢来抢我的生理？